好玩，返工好玩，乜嘢都好玩，世界就係遊樂場。大家好啊，歡迎收聽世界就係遊樂場，我係明哥啊。我係劉瑩，明哥啊，係我哋都知啦，你嘅專業就係做輔導噶嘛。唔好講專業啦，有壓力嘅興趣啦，你真係嘅興趣。我好中意同人傾偈咧，講下八卦咁樣啦。好，咁今日喺我哋嘅節目裏面呢，就要幫明哥再進修。不過呢一次嘅話題咧，唔係對人嘅喎，係對樹啊，對下花花草草嘅喎。唔係喎，從花唔係咩花草草到人喎。哇！呢個真係好特別喎。咁我哋歡迎我哋嘅來賓啦。冇錯啦，今日我哋嘅來賓就係正大亞洲顧問有限公司嘅總監劉珊珊。珊珊 Hello， 大家好。哇，珊珊你好啊！你嘅英文名咧就係森林喎 ，Forest ，Forest 啊。係啊，點解想取呢個名啊？個古仔就好長嘅啊嚇，簡單講咯，重點講咯。其實咧，我係喺我細個係喺鄉間長大嘅，係咪喺香港？係喺香港。咁啊都有㗎，都有好多綠帶嘅，其實香港都仲有。類似新界啊。係啦，新界大嘅。咁其實咧，可能咧就潛色又好，各樣原因都好。其實咧，我同大自然咧本身咧就好似一個返屋企嘅感覺。係啊，咁一路出嚟做嘢嘅時候，都需要一啲英文名去配合工作啦。當然啦，香港都係講英文名㗎嘛。咁都用過唔同英文名，我最後輾轉之間就落咗呢個名，我就有回家嘅感覺啦。都係最中意就係呢個森林啊嘛，大自然啊。Forest Love 嗰陣時喺網絡上面，我睇到珊珊個名，我就覺得同我好有緣。首先同我同姓喎，超熟啦。有 Forest， 哇，簡直就係最中意添啦。OK，係啦，咁珊珊有講啊，珊珊從細就喺大自然當中長大啦，即係同大自然有好多接觸啊。咁長大之後，你從事心理呢一方面呢，你亦都認為從大自然、從森林當中係可以獲得一啲，無論講係療愈啊，抑或係再學習、再成長嘅一啲能力、力量。咁從你個人嘅例子當中，有冇類似呢啲經驗啊？一定有好多好多。咁當我知道要做呢個節目嘅時候呢，我就問自己，即刻浮現喺我嘅腦海當中嘅係一件咩事呢？都比較係成年咗之後近期啲嘅。咁幾年前啦，有一個機會呢，我就去尼泊爾行山。哇！咁行到一個都幾出名，好多人都知道嘅一個，其實真係去行山嘅啫。有一個叫潘丘嘅行山熱點，咁都好出名，真係從加德滿都落到去潘丘嘅時候咧，好似一個世外桃源咁。咁我哋一行幾人啦，就行咗幾日嘅。咁我好深印象咧，就係我去到第3日。咁已經上到都比較高嘅地方嘅時候呢，有一日行到去一個真係樹林嘅地方，已經離開繁囂，離開馬路，離開車輛，甚至連人都離開埋。咁去到嘅時候呢，就係見到樹木、泥土、石頭、天空、流水。哇！咁好啦，咁我喺度行嘅時候呢，就有人行得快，有人行得慢啦，咁變咗有個距離喎。咁輾轉之間呢，我就去到，有一個時段呢，我就得返自己喺度行。咁行下嘅時候，我突然間留意到，我好似被一個大自然嘅包圍住我咁。咁我遠遠呢就望見有一隻鹿，其實喺香港係好難見到野生嘅鹿嘅，所以我都好驚訝。咁當然啦，裡面緊張得嚟，亦都好開心喎。咁我見到嘅時候呢，我發覺佢唔驚我喎。咁嗰隻鹿望住我，我又望住佢。咁第一件事就有陌生嘅感覺啦。對於一個喺香港好少見到野生鹿嘅一個時段，咁好啦，我同佢好似望咗數秒鐘啦。佢好慢咁走咗去，佢又唔驚我，我又唔驚佢。咁嗰刻我就真係突然間醒覺，我離開咗城市繁囂嘅一個好大自然嘅一個地方啦。嗰晚我沉寂咗一陣，令我諗起
用咗好多年時間去讀我嘅心理學，嗯因為我喺香港嗰時都係半工讀嘅，嗯咁所以用咗頗長嘅時間，一路做嘢一路讀書。咁有段時間咧，我就發覺我對心理學嘅掌握咧，好似一段段好割裂，嗯就為咗追求成績，為咗追求嗰個課程要我學嘅嘢，為乜要學咧？有時都會有啲迷失。咁嗰晚翻到去咧，就突然間靜落嚟之後咧，就係嗰啲心理理論啦，同埋心理大師咧，就唔知點解喺個腦度浮現出嚟喎。哇！係啊，好神奇，好神奇。終於印證呢啲理論啦。係啊，係啊，咁令到我好多年嚟好割裂、好散收收嘅理論咧，突然間走咗兩個人本主義嘅大師出嚟。咁一個就係馬斯洛啦，一個就少啲人知叫 Lawrence Kohlberg， 就係柯爾伯格，有啲咁樣譯啦嚇。咁係關於道德發展論。我心裏面就突然間想將兩個大師嘅理論咧，就係分享出去。咁我翻咗香港之後咧，用咗4年時間組合所有資料，將佢公開出去。盈利唔盈利已經唔重要啦，而係我心裏覺得我要將一啲大自然或者係我咁多年嚟好感恩學到咁多嘢咧，想去同人分享。咁一路到而家咧，都係有啲人講話啊，易經講50易學易啊，即係定一定你嘅定位，人生為乜嘢咧？我就好似一刻間定咗落嚟。明哥，太好啦！你嘅專業，快啲講多個名人出嚟。我講唔出啦，珊珊咯，珊珊就係名人咯。係啦，哇！喺嗰一刻真係突然間開通晒啊！係啊，突然間連接咗。我覺得最近咧就喺台灣見到一個後生啲嘅年青人啦，佢都有同我講話，似乎喺生命當中咧係好點滴、散散收收咁去接觸唔同嘅資訊。唔知有少茫然啊。咁佢問我唔知會唔會有一日可以將佢整合？我就可以憑個人嘅經驗話俾佢聽，我話會嘅。係行山咯，唔係錯，呢啲就係有好多唔同學派所講嘅機緣啦。其實有好多提醒一直都喺我哋嘅身邊，但係就睇下你幾時遇到呢個嘅機緣，等你注意到。平時啊，就好似我平時同你講好多道理，你都聽唔入去一樣啦。啱先講，不過樂兒中意行山嘅，我係心靈成長派㗎。講到喺行山咧，哇！講到話有好多樹啊，嗱，我覺得冇網路啊，好多蚊啊，咁好麻煩㗎喎。我覺得重點就係講行山到底在意嘅係嗰個外在環境所營造出嚟，即係等我哋比較容易進入呢一個心平氣和嘅境界啊，定係講根本一切都係內求呢？問得好好喎，呢一個先至係重點，即係環境所營造出嚟嘅氣氛，到底對我哋人嘅無論係身心嚟講，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具體、好直接嘅一個影響啊？你個人嘅經歷呢？我覺得有，無論係音樂啦、香味啦、環境啦、五官。對於一個人嘅你嘅身心係有好直接嘅一個影響，就好似有陣時你參加啲課程，一啲所謂心靈成長，佢哋都好在意嗰一個，無論係燈光啦、音樂啦，甚至乎俾你黏喺嗰度嘅嗰個觸感啊，好在意嘅。如果真係舒服嘅話，真係會令你比較容易融入嗰一個身心平和嘅一個狀態。我個人覺得咋，珊珊請講專業意見。唔好咁講，即係純粹個人分享啦，即係個人經歷多啲啦嚇。咁其實就係對你對呢樣嘢好有緣分啦。如果唔係，你唔會容許佢走入你嘅生命裏面。係咪？咁呢個緣分點嚟呢？就係唔覺意又好，特登又好啦，你打開咗你嘅五官啦。好啦，聽到呢度咧，我哋需要休息一下，消化下嘅，因為心理學咧好難明噶，劉瑩係唔係啊？係，今日你係專家，你可以蝦我啦。係啊，好爽啊！我哋先休息先，聽一段音樂再翻嚟個節目啊！听最有 feel 的台湾之
係中央廣播電台台灣之音，我係明哥啊，我係劉瑩，你而家聽緊嘅係每逢星期一嘅西街就係遊樂場。今日嚟到我哋節目同大家傾偈嘅就係政大亞洲顧問有限公司嘅總監劉珊珊 Florence。可能好多人都識好好奇啦，比如話大自然同心理呢，大家對於心理學呢，或者心理輔導呢，都係用對話啦，兩個人對話啦，或者三個人對話啦。咁究竟人同環境同森林又點樣可以對話呢？咁呢個就牽涉到就係頭先你講個語言啦，我就比較調皮啲嘅，我咩都學。咁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呢，我去學遊戲治療。咁遊戲治療就大部分就針對孩子啦。咁但係裡面俾到我最大最強烈嘅信息呢，就係正如你講啦，就係森林遊戲呢啲係看似係非語言嘅物件，點解可以做到治療呢？就係其實佢係一個另類嘅語言咯，就等於講英文、日文、國語一樣。咁其實呢，佢就係同你溝通緊，所以佢能夠俾到治療，俾到能量，俾到 comfort， 即係舒服，俾到你啦。咁如果我哋假設森林係有佢特定嘅一種語言，當我哋想接收呢一種語言嘅時候，我哋點樣令到自己調頻呢？點解你啲問題質素咁高嘅？你自己都答啊嘛？心靈成長我中意睇書嘅。其實深刻你自己都答咗嘅啦，呢條問題就係你講嘅調頻咯。但係唔識調啊！我哋盡量去感受，但係我覺得咧，點講咧？調錯啊？錯唔係，我哋希望去調，好多時候我哋都希望去調頻，但係我哋掌握唔到嗰個原則啊！就算有導師帶領你咧，佢講嘅説話，每個人嘅感受調到嘅嗰個頻率，感受到嘅嘢係唔同噶，所以唔知道呢個原則係點樣掌握啊？OK，good news and bad news 啊，即係好消息。亦都係壞消息啦，係啦，就係我哋每個人都係獨特，每個人都唔同，咁就佢過往嘅經歷同埋佢嘅想法咧，可能影響佢呢刻嗰個調頻嘅緣分、才華，或者係願唔願意，咁呢啲都有嘅，所以咧就我自己個人覺得都冇絕對一個方式，好似罐頭咁，俾每一個人都同一時間一樣嘅速度咧，可以做到你所講嘅調頻。咁到底導師嘅帶領有冇用啊？咁我梗係覺得有啦。咁但係你咧，你自己覺得咁多年嚟，你俾導師帶嘅感覺係當然有啦。點解要俾錢啊？應該係話導師可以有啲引導你去思考咁樣咯。但係就好似珊珊，有啲就好似珊珊話。個人係好獨特啊嘛，咁每個人嘅修行唔一樣，你嘅感受都唔一樣，但係都係冇話對錯嘅，淨係可以講話，即係如果有經驗嘅人帶領你嘅話咧，你比較知道可以掌握，咁但係你嘅感受會唔會同帶領你嘅人一樣咧？就真係好唔同。冇錯啦，因為每個人嘅經歷都唔同。係啊，不過更加好奇咧，就好似珊珊話啦，咁你翻到香港之後用咗4-5年嘅時間去整理同埋去有一個 program 啊，咁介紹一下呢個 program， 因為大家都可能覺得話，去行山咁樣，只不過係一次啫，可能1個月、3個月1次2次，咁就可以到心理治療嘅咩？有冇咁個問題咁疑問呢？咁我在我個人嚟講啦嚇，並非一啲好科學性嘅，完全好科學性嘅解釋。其實我自己覺得所有心理師除咗係有知識性嘅領導咧，都有一啲原則或者個人觀感嘅加入喺入邊嘅嚇，所以可能話有好多學派啊嗰啲嘢啦。咁我從我自己去講啦嚇。如果唔係完全用科學數據去處理心理學去調頻或者係intervene 或干擾或者係治療或者係服務個人嚟講咧，我自己幾喜歡一啲自然啲嘅方法，或者叫做唔係純用數據嘅方法嚇。咁其中個我幾中意做嘅咧就係呼吸法。咁而近年我覺得咧，我利用呼吸法、善用呼吸法咧，幫我自己啦，幫我啲 client 啦、客戶啦，幫我啲群組上堂嘅啦，都有着好明顯、好歡愉、好開心嘅一個開始。
咁我覺得值得考慮用呼吸法作為一個開始嘅，自然啲啦。咁而頭先你提到嘅有一個 program，我幾年來都係好努力、好無悔無怨咁樣喺度喺度努力緊嘅。其實就係兩大人本心理學家組成嘅一啲理論基礎，而有關成長啦、管理啦、親子關係啦，甚至係商業上嘅銷售，我都有一套嘅個人嘅理念同埋諗法推咗出嚟嘅，係啊。咁珊珊啊，如果我哋講翻就係從環境嚟吸取力量，無論呢一個環境，我哋將佢設定為係森林啊，抑或係有唔同學派佢哋嘅唔同嘅設定好啦。咁其實呢一個可唔可以簡單嚟講，就係從環境裡面所吸取嘅能量，就類似環境治療嘅一種啊。係。唔知珊珊有咩方法呢？比如話，可能今日我心情壓力好大啊，做乜嘢都唔順利啊咁樣，咁你要我行山，可能我好難啦。但係好攰啊，會覺得。但係公司附近有個公園啊，咁樣你可唔可以俾啲意見我啊？我點樣去行下公園啊，睇下花花草草，令到自己嘅生活心情比較 balance 咁樣平穩啲。講下呢啲步驟點樣調整啦，好唔好啊？其實我自己都有嘅，係我啲同事都有嘅，即係現代社會工作。即係個個人都會有要追求效率啊，要追求成績啊，趕 deadline 啊，到期啊，咁呢啲都有嘅。有時係對人交代，有時係對業績或者係屋企交代，要做到好啲嘢。咁好啦，咁啊，當覺得哇自己到樽頸位啊，哇好辛苦啊，或者係乾啊，開會開到啊個腦都冇晒腦汁啊，咁點算呢？我有時都會行開下啦，落去行下啦，又好短嘅時間，低消費咁樣可以調整一下自己。咁啊如果一般人，我建議呢就冇乜特別行開下都會好，因為你都會分散下注意力。可以個腦行開一下，咁嘅時候喺低壓力嘅情況療愈一下咧，翻去崗位咧都可以有一種重新出發嘅力量啦，可以嚇。簡單嚟講，第一個步驟就係離開現場，冇錯啦。覺得好煩想發脾氣嗰陣時，就係先離開現場，呢個係第一步。暫停，我哋叫暫停啦。OK，咁再落去，如果想有深刻啲嘅效果嘅咧。我哋有時都會同我哋啲學員講嘅，就係嘗試有啲你頭先提及嘅技巧，就係咩呢？就係不妨試下留意用呼吸，用呼吸。就喺公園行嘅時候，邊行邊留意自己嘅呼吸。係啦，或者深呼吸。未開始行之前，我哋講呼吸法呢，就未必同即係生理上嘅深呼吸呢係講緊同一樣嘢，而係嗰種呼吸呢，係你要專注喺自己嘅呼吸。一吸一呼，關注自己嘅呼吸。其實咧，人嘅腦咧既複雜，亦都好單純。嗱，譬如我今日而家同你講就係話，我想你而家想像一個綠色嘅玻璃杯，一個綠色嘅玻璃杯，你見到一隻綠色嘅玻璃杯，我就算側邊擺咗個銀色嘅杯咧，你都會見唔到。因為你會專注咗我要求，如果你肯咁樣幫自己要求呢，你就會好專注。你能夠專注喺自己嘅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其實你個腦自己嘅運作呢，就會一定會離開咗你煩惱或者好大壓力嘅榨乾咗你嗰啲咁嘅時刻或者係工作，就可以令到自己放鬆。冇錯啦，休息一下，飲茶咧都係好重要嘅。跟住再重新出發。冇錯啦，就好似放工咧都係好開心嘅。我知點解明哥咁講，因為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要放工啦，要休息啦，係咪？冇錯啦，要放鬆。但係對於呢啲心理問題，仲有再學習，仲係有好多話題未講到，就留待下次再同珊珊傾落去。今日真係好多謝政大亞洲顧問有限公司嘅總監劉珊珊同我哋講咁多，多謝晒。好，多謝晒，多謝晒。咁時間差唔多啦，記得每課即刻注意收聽我哋嘅世界就係遊樂場啊！我係明哥啊，我係劉瑩，下次見，拜拜，拜拜。無限的愛向全世界傳開，永恆的關懷來自台灣之音 RTI。